突然間大哥哥條魚噴水呀！原來係便攜式花灑，竟然喺外面沖涼。呢個人相當有嫌疑。阿修老師教識咗我點樣設計地獄頻道嘅拼圖，我要向幼稚園提議，將拼圖列入運動會項目。元五姐姐同我講咗以前發生過嘅故事，真係超級有趣啊！一返到屋企，我要即刻畫出嚟，一定要畫成漫畫。我發現咗一種叫故事草嘅植物，哥哥話只要講故事俾佢聽嘅話，佢就會生長，好神奇噶！今次我寫嘅《亨利三世秘密資金劇本》真係好寫實噶。都係多得光光幫手咋，唔知係唔係真嘅呢？我係小新啊，我哋一齊玩啊！